今次呢一個就係尋寶遊戲系列，帶大家嚟到深水埗。首先就係英雄傳嘅鋪頭啦，入面呢可以玩呢個遙控嘅掘泥車，咁就可以呢喺一個好大嘅沙場入面，咁啊透過遙控啦控制呢一個嘅掘泥車呢，就喺沙池入面呢，就揾出一啲嘅金幣啦，咁然後就可以呢換取一啲嘅小禮物。咁咧入到去，其實佢會送一包嘢飲啦，咁然後職員咧都會好好咁樣教你點樣去用嗰個遙控啦，咁你先至開始咧去玩呢個遊戲嘅。唔好睇以為好簡單啊，其實咧係有一定嘅難度，因為咧個遙控其實都好多唔同嘅掣啦，咁所以其實都幾訓練到呢個手眼協調、專注力同埋耐性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要掘一個金幣咧，都要唔少嘅時間。可能初學者咧第一次玩咧，可能掘到2-3個已經好叻㗎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遊戲咧都好適合小朋友去玩啦，特別係咧一啲鍾意尋寶嘅小朋友係啦，或者可能係一啲咧對工程有興趣嘅小朋友啦，咁就可以一試。咁另一間咧就係深水埗玩具街咧，可以成日買玩具嘅鋪頭。玩具嘅價錢咧都非常之平啊，真係小朋友玩爛都唔心痛。家長咧可以帶小朋友嚟呢度，俾小朋友可以親自揀選一款自己心儀嘅玩具玩。而我今次就買咗一直都好想玩嘅化石遊戲。咁佢入面咧就有4款唔同嘅化石啦，咁就配置咗一啲嘅工具。咁其實咧就玩法非常之簡單嘅，咁但係咧就一定要鋪台布同埋戴圍裙啊，因為咧其實玩落嘅過程咧都好容易整到周圍都污糟邋遢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做足呢個準備咧，咁就唔使驚轉頭清潔有排搞啦。先將一個化石放喺一碗水入面啦，浸大概5分鐘之後，就印走多餘嘅水分，跟住就可以開始用工具啦，去鑿開呢一嚿嘅化石啦，揾出入面嘅寶物。一開始我以為好簡單，鑿幾下咧就可以成功啦，但係原來咧係比想像中咧更加高難度同埋花時間嘅。嗰陣時我都玩咗差唔多1個鐘頭多啲，先至咧成功咧揾出入面2件嘅寶物，所以真係非常之考驗小朋友嘅耐性啦、小手機啦，都係培養佢咧有呢個探究精神嘅好遊戲嚟嘅。如果家長想小朋友安安靜靜自己玩1個鐘，咁你揀呢副玩具呢就非常之適合啦。當然玩遊戲之前呢，都要同小朋友預告定，有機會係會玩到好污糟啦，要佢哋呢幫手去收拾同埋清潔。小朋友喺呢個階段求知欲相當之高，佢哋亦都會好鍾意去尋求一啲寶物或者知識，所以呢，可以玩多啲呢一類型嘅尋寶遊戲。喺過往嘅影片入面呢，我都介紹過一啲喺屋企可以玩到嘅尋寶遊戲啦，咁有興趣可以睇返之前嘅影片。希望你哋會鍾意今次呢一條影片啦。如果你哋有其他玩具想我開箱或者介紹，就留言話我知啦。